喺2025年啊，我因為成個珠海啊最失人銷、最肯讓利俾客戶嘅樓盤以及發展商，就係我新號呢個啦。佢唔似其他啲發展商啊，新盤入市搞嗰啲咩先認籌或者先動資，再嚟開盤，再嚟開賣，搞咁多嗰啲咩套路。喺今時今日嘅市場呢，我認為價格先至係王道。嗱，就攞9月份新香洲嘅樸武香山樓盤，首次開盤認籌300幾個，開盤先賣咗幾套房，所以喺當下嘅購房者呢，真係只睇一樣嘢，就係價錢啦。所以點解我新號呢個樓盤呢幾日會火爆到上晒珠海嘅熱門啦？相信大家呢幾日都刷到唔少萬舒 K 里呢個樓盤啦。首先我認為第一點，佢嘅價錢係非常之符合當下嘅市場，單價14000蚊起，均價16000，仲送埋真裝修，而且咧仲係準現樓。隔離嘅文 K 花園2年前開盤賣成3萬蚊，依家降價都仲要2萬，所以佢嘅定價咧係比周邊平咗唔少嘅。另外就係第二點啦，佢直接開賣，唔搞咁多嗰啲咩套路，所以喺短短嘅幾日時間咧，就賣咗780套啦。呢個成績可以話喺當下個市場真係絕無僅有嘅。雖然呢個樓盤咧都有唔少嘅缺點，但係14500蚊買珠海市區呢個價錢已經可以話覆蓋晒佢所有嘅缺點啦。珠海準備入市嗰啲發展商啊，我認為真係可以學習一下格力呢一次。